時間過得真係快，今日就嚟到我哋 Birmingham 之旅最後一日啦。今集會帶大家去 Birmingham 最出名嘅圖書館，之後再去食一間上年食過、印象唔錯嘅英式歐陸餐廳，睇下今次會唔會同樣令人滿意呢？我哋第一站就嚟到 Birmingham 最出名嘅景點之一 Birmingham Library。呢間圖書館喺2013年正式開幕，曾經被譽為歐洲最大嘅公共圖書館之一。除咗收藏超過100萬本藏書之外，最吸引遊客嘅仲有佢非常有特色嘅建築設計，同埋頂樓可以欣賞伯明翰市景嘅空中花園。所以無論係本地人定遊客，都好多人專程過嚟參觀。如果大家都想嚟，可以留意一下開放時間。我本來打算揾個有插蘇嘅位置，順便做少少自己嘅工作。不過一入到去先發現，原來圖書館真係非常多人。圖書館入邊空間好大，有好多層，唔同區域都有唔少學生溫書同做功課。我第一感覺就係呢度啲學生真係好專心，即使有小組討論，都會好自然咁壓低聲線，完全唔會嘈到其他人。大家都好自律，好體諒其他使用者。到圖書館準備閂門嘅時候，職員開始通知大家離開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，所有人都好合作，慢慢收拾好自己嘅嘢，有秩序咁離開，完全冇混亂。離開圖書館之後，我哋去附近行下。圖書館隔籬就係 Birmingham Repertory Theatre， 簡稱 The REP。每次我哋嚟 Birmingham， 我老公都會嚟呢度睇壁球嘅揭幕戰。而圖書館門口外面仲有一座非常搶眼嘅金色雕像，相信好多人都會忍唔住停低影相。呢座雕像叫做 The Golden Boys， 其實係紀念工業革命時期對伯明翰發展有重大貢獻嘅3位歷史人物，包括蒸汽機發明家 James Watt、生產商 Matthew Boulton 同埋醫生兼科學家 William Murdoch。伯明翰曾經係工業革命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城市，所以呢座雕像都成為咗市中心其中一個地標。行完之後，又到最期待嘅晚餐時間啦。今晚我哋嚟到 Mailbox 商場入邊一間英式歐陸餐廳，叫做 The Woods。我哋上年曾經嚟過食 lunch， 印象都幾好，所以今次特登再嚟試下晚餐。餐廳入邊裝修以森林做主題，好多木元素同綠色植物，好有大自然氣氛。餐廳分開酒吧區同用餐區，無論飲杯酒定食正餐都好舒服。呢度仲有一個幾特別嘅設計，每張台都有一盞觸控小台燈，如果係黃色燈就代表暫時唔需要服務。當你輕輕一按變成白色，職員就知道你需要幫忙，會主動行過嚟。我覺得呢個設計幾方便，又唔使成日揮手叫侍應。餐牌方面選擇都好多，有 starter、main course、small plates。主菜仲有一啲比較特別嘅選擇，例如 venison steak、鹿扒。飲品方面亦都有 mocktail、cocktail、紅白酒同各款汽水，我就叫咗一杯椰子菠蘿 mocktail， 味道都唔錯，不過對我嚟講就酸咗少少。老公就叫咗一派 Marathi 啤酒。首先上台嘅係炸魷魚，賣相同平時見到嘅炸魷魚好唔同。魷魚本身都幾新鮮，炸粉炸得非常香脆，不過外層炸醬味道比較重，反而蓋過咗魷魚本身嘅鮮味，而且魷魚口感都有少少煙韌。主菜方面我哋叫咗 Wildwood Duck， 另外仲加咗3款 small plates， 分別係 loaded fries 配手撕牛肉、buffalo chicken wings 同埋 breaded prawns。 先講 loaded fries，手撕牛肉嘅酥味比我想象中重，而且醬汁浸晒啲薯條，令薯條冇咁脆。其實薯條本身炸得唔錯，只可惜呢種配搭唔係我自己中意嘅口味。
至於鴨胸，我哋一致覺得有少少煮得過火，鴨皮唔夠香脆，肉質亦偏乾，反而薯蓉做得非常幼滑，再配埋肉汁，呢個部分就幾好食。Breaded prawns 嘅炸醬同炸魷魚有啲似，都係炸得好香脆，蝦本身都幾新鮮，味道中規中矩。最後係 Buffalo Chicken Wings，醬汁好濃郁，帶少少辣同酸味。雞翼肉質唔錯，而且尺寸都比一般雞翼大少少。最後當然要甜品啦，我哋叫咗 Apple Crumbles with Custard， 蘋果味非常香濃 ，Crumble 做得又香又脆，再配暖暖嘅 Custard， 呢個甜品反而係我今晚最鍾意嘅一道菜。整體嚟講，我哋覺得呢餐晚飯只可以話係唔錯，但未去到好驚喜。相比起上年食 lunch 留俾我哋嘅印象，今次 dinner 確實有少少失望，冇達到我哋原本嘅期望。另外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資訊，呢條影片其實喺今年6月拍攝，不過最近整理影片資料嘅時候，先發現 The Woods 原來已經永久結業，真係有少少可惜。咁就完成咗我哋 Birmingham 4日3夜旅程嘅所有分享啦。好多謝大家一路睇到最後，希望呢個系列可以為大家計劃 Birmingham 行程提供一啲參考。如果大家都鍾意睇我嘅旅遊分享，記得睇返之前嘅影片。我哋去過倫敦、愛丁堡、瑞士、香港同中國等地方，都有拍成影片同大家分享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得幫我哋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小鐘仔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